愛心係俾出去服侍，係主要亦都係將咧今日要去帶領活動嘅，首先將力卡、文爾、思韻、丹同埋咧阿琪咧係交上俾你，都係仲係帶敬拜嘅，去當中去預備嘅時候咧，一陣間可能時間好趕迫嘅，主要我求你去當中去大膽咁樣去加力量，亦都係加智慧俾每一個帶領者，讓佢哋咧真係敏感聖靈嘅當中係點樣去引導佢哋去預備佢哋各樣嘅活動同埋敬拜，主要係最重要係真係將咧係呢個青年營裏邊咧係要真係彰顯你嗰個嘅救恩嘅大能，同埋咧你嗰個嘅榮耀喺當中，主要願你咧去當中去帶住咧係我哋每一個隊員咧，可能經過車程之後可能會好散漫，可能咧會係適應唔到嘅，但係我哋而家青年營嘅時候咧要去隨時 ready 嘅時候咧，我求你去叫我哋咧係敏感咧各個人嘅需要，同埋咧係活動嘅即時嘅變動，主要讓咧我哋係整個人咧都係隨時去聽到咧聖靈點樣去當中去帶領住我哋去同嗰個學生咧去一齊去玩活動，一齊咧去相處，或者係排話劇，或者係喺食飯去傾談嘅時候，每一個細節上邊咧，我哋都係敏感住聖靈咧，你點樣去帶領住我哋咧去可能將嗰個福音，可能好多係未信主嘅，我懇求你喺當中係使用我哋，亦都係去開佢哋嘅心，去讓佢哋咧真係去可以係接觸到福音，係聽到呢個信息，讓呢一方嘅種子咧係落喺佢每個心裏邊嘅時候咧，真係有發芽真係去嘅機會，去成長嘅機會。願咧你喺當中咧，我哋去撒種嘅，但係你咧就係當中去收割。主要我求主你咧係咁樣去保守去帶領以上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